既是阵法，找到阵旗所在，便随手可破。此阵以6爻为基筑成，6爻变卦见生门，定是阵旗都在，才能布下这幻阵。雷无节，东北方位，出剑。乾隆东南方位，唐莲南方位，积雪西南，吴昕西北。最后的一卦，我亲自来。怎么可能？如果这里没有了阵旗，那只能说明先前我们找阵旗的方向不对。可这阵旗若不在地上，莫非？萧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刚才没砍到阵旗吗？不，根本就没有阵旗。说有的是你，说没有的也是你。现在不是卖关子的时候，说明白点。你们看，真的有这么美的蝴蝶吗？我一直以为只存在我的臆想之中呢。不，这就是你臆想出来的。从我们进入这山洞开始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根据我们的想象生成的。这蝴蝶是你想象出来的，而那阵法是我的想象。